喺香港開公司或者搞生意，最煩係咩？租寫字樓太貴，裝修又煩，簽長約又怕綁死自己。如果你係初創、跨境團隊或者想慳返啲營運成本，呢條片你一定要睇落去。我哋提供一站式企業服務同埋共享辦公室，由你諗住開公司開始，就已經可以幫你搞掂晒。我哋可以提供公司註冊、商業登記、公司秘書、會計同埋稅務申報呢啲後勤服務，等你唔使再四圍揾人，專心做生意就得。而辦公方面，我哋有共享辦公室、服務式辦公室同埋掛靠辦公室，你可以按需要揀。共享辦公室適合一啲想有工作氣氛，又想識多啲朋友嘅創業者。服務式辦公室就有獨立空間，啱晒需要私隱同專業形象嘅團隊。虛擬辦公室就更加簡單，俾到你專業商業地址、代收信件同埋秘書接電，唔使租實體辦公室都可以運作得好專業。而且我哋嘅空間配套好齊全，高速 WiFi、打印掃描、茶水間、會議室，基本上你帶部電腦就可以開工。最重要係租約好彈性，短期、月租都得，特別適合初創、跨境團隊或者想試下香港市場嘅企業。如果你想喺香港開公司，或者想揾個靈活又專業嘅辦公地方，歡迎留言或者 PM 我哋可以幫你度身定做最適合你嘅方案。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我會繼續分享香港創業、開公司同埋辦公室攻略。